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主持人 K 寶啊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咁中山市區博愛路啊，富人區又出爆炸新聞啦！遠洋新天地又有新動作啊，新加推咗25桶啊，2梯3火嘅戶型超實用啊，零公攤。呢次大家出手慢，又係賣晒啦，同上次加推咁樣，好快就冇噶啦。嗱，琴日咧我都帶客戶去現場睇咗下，呢個戶型真係犀利啊！142方7米嘅大橫廳啊，而且係3位雙套間設計啊。然後咧2梯3火嘅，咁可以見到咧示範單位係將陽台封咗，大家睇下，哇呢個 view 係咪非常正呢？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咗一個127方嘅飛機戶型啊，咁呢個戶型都係非常之誇張嘅喎，南向嘅5房嘅一個單位啊，非常實用嘅零公攤啊。可以上咧，比市面上嘅 4.0 產品差唔多噶啦。咁呢個樓盤嘅交標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喎，園林設計啊，還是佢交標啊，真係冇得彈噶。主要咧，佢價錢亦都唔係特別貴啊，先賣緊1萬出頭啊！街坊們，呢個樓盤啊，喺5月份啊，係成個博愛路上嘅銷冠樓盤嚟嘅。咁你去睇咗之後咧，講真嘅，真係俾佢一個園林吸引，真係靚啊！咁無論你之前有冇睇過嘅，還是未睇過嘅，都可以重新過嚟睇翻呢個新加推嘅。咁有關注遠洋新天地嘅街坊都可以過嚟再睇翻新加推呢個戶型。咁講真嘅，佢依家嘅活動即係可以1房1二啊。咁依家呢個樓盤咧，以前係賣緊2萬700嘅，依家咧先係1萬出頭啊，而且咧仲攞咗2個設計大獎啊！咁中意呢個遠洋新天地嘅朋友，嗱嗱聲 call table 帶你過嚟睇樓啦！